我今日咧想關注嘅就係完善樓宇滲漏水嘅處理機制。本澳嘅樓宇咧達到30-40年以上嘅一啲單位咧，分佈各區，包括北區、下環、新橋等唔少一啲老舊樓宇嘅結構同埋供水供電安全問題咧，都係值得關注嘅。而其中唔少居民咧都反映係受到滲漏水問題嘅困擾。樓宇滲漏水聯合處理中心咧係為居民進行檢測同埋查找滲漏水源頭，提供參考意見。根據統計，2026年1至8月份上旬呢已經係完成咗1249宗嘅個案，亦都有唔少嘅個案係跟進當中。儘管部門呢係努力協助，仍然有大約5%嘅個案呢係難以解決嘅。而隨住樓宇滲漏水爭議的必要仲裁制度實施近3年呢，當局係應該進一步去透過完善公私營檢測服務銜接、優化技術同埋報告嘅標準，善用新嘅檢測技術，加強三無大廈嘅維修協調，並且係持續檢視仲裁制度嘅實際成效，進一步去破解入屋難、檢測難同埋追討難嘅困局。首先，強化滲漏水檢測服務供應嘅資訊發布。現時由於滲漏水嘅個案眾多，居民如果透過處理中心去申請檢測呢，輪候時間係比較長嘅。而居民去尋找私人服務嘅時候呢，仍然可能存在對服務內容唔清晰嘅情況。建議當局優化網站發布合資格土木工程師同實體名單嘅資料內容，例如可以增加聯絡方式、提供檢測項目同埋參考收費等資訊，方便居民可以按實際嘅情況去選擇呢啲服務。其次，加強檢測報告嘅標準同埋認受性。檢測報告係處理滲漏水爭議嘅重要依據，期望當局去推動善用新嘅檢測科技同埋設備，提高檢測嘅準確度同埋處理效率。此外，唔同嘅機構亦都會採用檢測方法技術標準上面存在差異，過往都曾經出現過有居民反映自費取得嘅檢測報告未獲得採納嘅情況。建議當局去檢視同埋推動更清晰同具公信力嘅檢測技術同埋報告標準或者指引，增強私人檢測服務嘅認受性，亦都同政府檢測工作形成更有效嘅互補。另一方面，唔少嘅高齡三無大廈缺乏咗管理機關，咁當滲漏源頭涉及大廈公共部分嘅時候，往往就面對冇人牽頭跟進，業主之間難以協調維修工作同埋費用分攤等等問題。咁尤其係當公共管道涉及到去一啲私人大廈嘅時候咁相關業主拒絕配合，就會形成查找源頭但係無法維修嘅困局。期望當局喺現有處理中心嘅工作基礎之上，進一步去輔助居民同埋支持開展調解，重點係幫助住戶釐清共同部分嘅維修責任，進入私人單位嘅處理程序同埋相關嘅費用分攤安排等等。此外，對於居於老舊樓宇同埋經濟不足嘅居民嚟講一次性要承擔一啲檢測同埋維修嘅開支並唔容易。建議喺樓宇維修資助及無息貸款計劃現時係針對大廈公共設施作資助嘅基礎上，研究對私人單位等因為嚴重滲漏而出現一啲緊急維修嘅個案，提供財政支援或者係墊資機制，再按照責任認定同埋相關法律程序去追討返有關嘅費用，咁可以有利幫助居民加快處理問題。最後係應該透過數據同埋個案嘅經驗去檢視仲裁機制嘅實施情況，了解居民面對滲漏水嘅時候處理嘅實際困難，包括個案平均嘅處理時間案件處理嘅結果、執行同埋追討嘅成效等等，以協助居民更有效咁解決呢啲嘅爭議。滲漏水問題唔單止影響居民嘅正常生活，更加會造成電力設備、結構等公共安全問題同埋環境衛生嘅隱患。期望當局持續去優化處理嘅流程，更有效咁樣協助居民處理滲漏水爭議，保障居民嘅居住環境。多謝。